本届的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入围的有万芳、巴奈、曾舜晞、苏慧伦、田馥甄、谭维维。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入围的有瘦子、林俊杰、吴青峰、杜振熙、韦礼安、李泉。我们这一次讨论最久应该是作词奖项它的那个我们也是经历了好几轮因为优秀的作品其实是非常多这样子。那歌王歌后的部分是，我们是考虑到比方说歌手他的辨识度啊，然后他的音色，然后他可能在演绎歌曲上面的一些风格。那今年其实这些歌手他们都代表了他们各自的一种态度和他们的美学。那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些就是入围的名单，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棒。我觉得都是你看那名单不会觉得很激烈吗？很多遗珠其实我心里真的很多遗珠我好像不太难讲，但是我觉得真的其实入围它是一个得奖，其实没有入围的，其实我心里也非常多的很喜欢的作品。那就是它就是一个在评选过程投票的结果，这样。那所以其实我心里也非常多遗珠啊，越听越觉得说啊，我们好的音乐好多年度歌曲还有包括像是华语专辑这一类的奖项，其实都是考量到它的有传唱度影响力，还有制作品质。那我们希望可以有雅俗共赏的作品都会有。昨天中央疫情中心指挥中心有公布，那现在目前就是疫情是升高到第2级，那管制范围目前是到6月8号。那音乐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我们是原定在6月26号举行。那目前不在这个区间里面，但我们其实会配合疫情中心的相关的这个防疫的措施。那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做研拟相关的方案，所以等到确定疫情中心的相关的部分以后，我们会以防疫为优先，我们会尽快跟大家宣布我们金曲奖颁奖典礼的相关的一些变动。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年轻学子们站出来说出你们的想法，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闹辩风向强力征求学生辨识，只要你敢说，我们就敢要。赶紧拍摄影片，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还有，别忘了订阅我们闹辩风向的 YT 频道，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各位朋友，闹辩风向，敢嘴就来辩。